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2月2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，约拿书第3章第1节到第10节，罗马书第1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大快乐。对伫人做的人，上帝总是会赏赐伊的慈爱甲赦免。因为上帝是满有恩典甲怜悯的上帝，就好亲像雅各的正囝儿对因小弟约瑟，得到上帝因的老爸的挺身，因就感觉这个嫉妒受气。亲像对伫迄个以撒，有真侪人总是认为家己较是应该得到上济。只要有人较济，也是有人减得到，伊就会足受气啦吼。总是呢，大家拢认为家己袂当比别人较少。如果家己认为比人得到较少，伊就会认为对遐会得到较济，特别伊感觉无应该得到的人，伊就足受气安尼吼。先知约拿首先伊违抗上帝的旨意，来倒离开上帝爱伊行的方向。虽然了后，伊捌听探上帝的命令，去到尼尼微城，去传这个悔改福音。但是伊却因为上帝赦免尼尼微城的罪，大大来受气。约拿不但伊大大受气，伊还阁认为家己的受气是理所当然。这个作为其实就是否定了上帝的权柄，以及赦罪的大快乐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对伫这项事，约拿真无欢喜，甚至伊发受气，所以伊就祈祷讲：上主啊，伫我离开家乡以前，我毋是讲你一定安尼做嘛？就因为安尼的缘故，我就尽所有的力来逃走去到伫他死。我知你是满有慈悲怜悯的上帝，你无快快受气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你会改变心意，无要出发人。所以，上主啊，互我死吧，我死比活地更较好。约拿因为伊的自私、骄傲、眼光短，伊只有看到家己以及家己所出身的犹太文化的观点以及价值观，伊却无看到，因为伊讲几句话就会通互全城的人悔改，并且转向上帝这个神约。伊坚持认为外邦人不配得到赦免，却宁可因为安尼来得罪上帝。伊完全忽略上帝的大快乐，因为人性命的改变其实是上困难的，敢毋是？这是需要信任的。只有上帝的大快乐，才会当互人改变。好亲像咱看约拿伊本身，伊就真困难受改变，敢毋是？这也莫怪耶稣基督就爱举推罗、西顿来指责犹太人，因的心公义。伊讲，若是遐个行伫犹太人中间的神约，拢行伫推罗甲西顿的人面前，
因早的披麻三恢复悔改啊！结果，迄一位上帝的仆人先知约拿，却对上帝对尼尼微城的赦免表达受气。咱看经文所记载，上帝甲约拿的对话。上帝回答：你凭什么安尼受气？因为约拿到伫城外去，伫城的东边坐落来，伊搭一个棚仔，坐伫伊的阴影下，要看尼尼微城会发生什么代志。后来主上帝安排一丛蓖麻树，互伊生比约拿搁较悬。树影惹着伊的头，互伊感觉到凉爽。约拿非常喜意这丛树啊，但是第二天一清早时，上帝叫一只虫来咬这丛树，树就孤单死去。日头出来了后，上帝阁叫小风对东方吹过来。因为强烈的日头射到约拿的头壳顶，互伊晒甲要昏去，所以伊就求死讲：我死比我搁较好。但是上帝对伊讲：你凭什么安尼？因为这丛蓖麻树就汉伊受气。约拿回答讲：我怎样袂使？我气甲要死。上主对伊讲：这丛树一暝中间中代，第二天孤单死。你虽然无有财政，嘛无互伊中代，你还阁为着伊感觉可惜。那安尼，搁较无应该怜悯尼尼微城这座大城吗？究竟这个城内底至少有12万人，连倒手正手拢分袂清楚的人，而且阁有济济的精神。约拿因为尼尼微城受到赦免来受气，却毋知迄是上帝的权柄甲大气力，也为着蓖麻树的死来受气。却毋知迄是上帝的恩典。约拿却因为伊家己袂通阁得到凉爽来受气，却无因为遐济济。圣经讲实在无有12万人，分袂清倒手正手，不明是非，会通回转向上帝的人来欢喜。保罗写互罗马教会基督徒写批表达伊甲因的信心，来感谢上帝。伫罗马大部分人是外邦人，一位犹太裔的上帝仆人，却因为因的信心来欢喜，来感谢上帝。因为保罗有看见上帝的大气力。但是约拿却因为骄傲，目睭去擦掉。因为保罗看重上帝，所以保罗伊安尼讲：首先，借着耶稣基督，因为恁大家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恁的信心已经传遍天下，上帝知我常常伫基督中间笑念恁。我全心全意侍奉伊，传扬有关伊囝儿的福音，通证明我所讲的话是真的。保罗又佫讲，因为无论对什么人，开化的、无开化的、有学问的、无有学问的，阮拢欠因的债。所以我迫切要将这个福音也传予恁伫罗马的人。保罗所看重的是上帝予伊的呼召，毋是伊个人的欢喜啊无。
因为上帝借着伊家己的大气力，所要拯救的对象，就是咱的呼召甲责任。保罗继续讲着，我无掠福音做见笑。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气力，要拯救一切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然后是外邦人。因为这个福音启示上帝怎样互人甲伊有合宜的关系，是出伫神，止伫神。就亲像圣经所讲的，因为神来甲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，将来要得到生命。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，篇幅较长，请咱家己来读。咱做伙来祈祷，感谢上帝赏赐福音的大气力，透过耶稣基督赏赐救恩，互阮蒙恩得救。求主帮助阮，成做领受呼召的人，不只有干那顾家己，搁较会晓看重别人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